平時忙返工少陪細路，呢度可以盡情陪佢哋放肆玩。呢間勁新嘅 DS 新樂園，6層樓足足32萬尺，300幾款玩樂項目多到玩唔晒。福田口岸 call 車10分鐘直達，到咗帶細路直接衝3樓就啱晒啦。超大親子樂園一應俱全，淘氣城堡、彈跳床樂園、馬里奧主題闖關、真人打地鼠、旋轉滑梯，小朋友瘋狂放電，玩到唔捨得走。同層仲有 DS 電玩城、F1 賽車模擬器、槍王之王、少兒騎俠、皇家賽馬、歡樂大闖關、蒙古、衝浪高手，各類主題街機，款式豐富，玩極唔厭。上4樓一定要試碰碰車，大人細路一齊撞嚟撞去，笑聲滿場，互動體驗爆棚。中意玉手嘅小朋友，5樓休閒 DIY 工坊可以整拼豆，親手整專屬手信帶返屋企，留住嘅係滿滿溫馨回憶。閒餘仲可以玩飛鏢、射箭、踩架子消閒，最抵讚係全日任入任出，入到嚟就安安心心暢玩成日，真係北上親子放電首選。